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的聚会即将开始，请大家也预备心，来跟神更深的相遇。我们在当中，神也在当中。我们先为自己安静心祷告。一起来祷告。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你的名来赐福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聚会真的是神你的荣耀遮盖在当中。主求你双手护庇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是软弱的得刚强，是信心失落的得着坚固。主啊，我们要仰望你。主啊，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要用感谢进入你的门，用赞美进入你的院。主啊，愿在这感恩节的节期里面，我们更多的感谢，更多的赞美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丰盛的供应，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这一生中最美的祝福。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也将以下的敬拜仰望在你的手中。愿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会堂当中，在每一个位置当中。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要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神。谢谢主，阿们。我们先来念一段经文，在诗篇136篇1到4节，我们一起开口，一起念。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的，我们的神是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因而在这个感恩节期当中，我们要更多献上感谢。我不知道你的环境如何，你的困境如何，但是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以感谢进入祷告当中，用赞美进入祷告当中。愿神赐福我们，在祷告当中，在敬拜当中，我们的心跟灵都被改变，都被提升。我们接下来有几段的祷告，我们在感恩节期献上对主的感谢，也对自己的工作、经济、家庭、健康、信心、困境来祷告。我们同时也为着教会当中肉体、心灵有病痛的、苦难的弟兄姊妹，或是信心失落的、有哀伤的家庭，我们都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就用这3项一起开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供应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主要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谢谢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的
每一天当中，我们开口赞美，谢谢你，阿们。我们接下来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祷告，为我们这牧师的讲道，也为着我们弟兄姊妹有敬虔的心，来领受今天的教导。我们为着我们各个团队有合一的服事来祷告。我们为着主日学老师还有学生在当中有很好的教导跟领受，我们祷告，也为我们自己能够预备心，使牧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真的是来帮助我们、喂养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在生命当中有更深的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全心赞美，弟兄姊妹，请从位置站起来，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大声开口赞美我们的神。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眼，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人捧灵欢呼声永不息，
在异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阿们。主的鼓励，
奔跑不放弃。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耶稣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神也可以给我们宣告的力量，用我们的声音来宣告，所有的捆绑都要离开我们，阿们吗？重担要离开我们，失望要离开我们，我们要领受生命的活水，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我们一起更有力的来宣告。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更大声的来宣告。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真诚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
是的，主啊，何等的恩典！你以尊贵荣耀，做我们每一位渴慕到你面前来的百姓，做荣耀的冠冕。主啊，这是何等大、何等尊贵、何等的大爱所赏赐给我们的。是的，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大声的赞美，赞美神赐给我们美好的恩典，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降下的救赎，以及永生的盼望。主啊，在这个你的圣日，我们一起聚集，是为了献上感恩、献上祷告以及献上赞美。愿神圣灵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愿今天的敬拜是荣耀主的敬拜，是满有神恩典的敬拜，有神恩膏的敬拜。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能站着哈，我们有用新的诫命一起来宣告神的恩典。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请坐。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圣经记载在有2处，记载在诗篇第50篇第14节到第15节，还有23节。另一处的圣经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我们一同来念：有要感谢为献祭献给上帝。你要向至高者还你所许的愿。患难临到的时候，要求告我，我会拯救你，而你要颂赞我。还献感谢为祭的，就是顺从我命令的人，我一定拯救。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我们接下来请信会小组来献诗，他们的是要充满万物充满你的恩典。献诗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讲道的题目是感恩为祭，丰盛应许。Oh
一起用拍手来感谢主，谢谢敬畏小组。用台语哈，我们这一首很有台湾味的诗歌，一枝草一点露，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谢谢我们同工的服侍，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分享神的话语。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给我们满满从你来的恩典，感谢你也透过每一位服侍者，在诗歌、在敬拜、在读经祷告，带领我们进入神丰富的应许当中。我们要学习从你的话语得到美好的学习，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生命的，是带有应许的，也是带有能力的。愿主来感动、开启每一个人心灵的眼睛，看见神美好的应许跟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礼拜已经进入到一个感恩节的节期了哈。我们本来是这个礼拜要举行这个感恩节的主日跟奉献，因为我们的第二堂福音主日哈，名人开讲就是我们的庄雅慧医师要来，但是因为他时间上有变动，所以要延到12月10号。所以我们就连续2个礼拜，在进入这个感恩节期，牧师用神的话语来跟大家一起来就学习跟勉励哈。那我们看到今天一个圣经的一个主题是神要我们献祭。那献祭有不同的祭，比如说有赎罪祭有不同的洁净的祭，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神要我们用感恩为祭来献上。那这2段经文很熟悉，也时时给我们提醒，为什么要用感恩为祭？许多的祭为什么用感恩为祭？第一个，在诗篇50篇14到15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而且要向至高者还你所许的愿。在患难的时候要求告我，我就要拯救你，而且要颂赞我。在许多人生的历练经历当中，
这些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不是你顺境的时候要感谢，而且是患难的时候还要求告，而且还要颂赞。换句话说，无论是遇到多么大的为难，你在神面前哭求，这个都是很合理的。但是不要忘记，宣告、感谢、颂赞，是神让我们超越自己的软弱，超越自己的困境的一个能力，而且是激励你不会退缩。他说：“凡献感谢为祭的，就是遵从我，顺从我命令的人，我就一定拯救。献感谢祭的人，表示你尊敬神，而且顺服他的命令，就是必得拯救。”我们看到保罗也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段大家很熟悉会背的经文说，要常常喜乐，要祷告。他又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好，这些经文我们复习完，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做一个提示哈。今天的主题说要用感恩为祭，到底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呼召？第一个，在诗篇的教导说，教导我们要用感谢为祭献给上帝，而且要向至高者还所许的愿。这段经文我们会看见说，献感谢祭，那大家只要按照流程来办就好了。所以感谢为祭不是它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你心境上的问题。你的心境上有没有真的完全的献这个祭？而且他说向至高者还所许的愿。我们一般都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一般的民间的信仰，他们都会去庙里一样，向他们的神求什么？比如说求子啦，求财啦，求什么样事业的成功？他说：“你如果给我怎么，我就打一个什么金牌来献给你。”那是跟神有一种，跟他的神有一种交易，你知道吗？你给我，我就要给你哦，而不是我给你，你再给我。这个是一般信仰的这个层次啦。但请记得，神给我们讲说，你要向神还所许的愿。那牧师的领受是，你当然跟神祷告，比如说神有的人要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有的孩子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啊。你不要教他，他也知道要还愿呐，还谢谢神的恩典呐。就像哈拿得到儿子啊，这连儿子都带过，那个撒母耳都带回去圣殿献给神呢。这个没什么，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在日常的生命当中。神给你许多恩典，是你没有求，或是忘记求，或是不晓得要求的，你都得到了。这个更是要我们还所许的愿更重要的一个部分，不是吗？好，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再来是患难的时候要求告上主，他要赐下拯救，并且颂赞他。这个才是我们一个信仰的关键。你顺境的时候，你获利丰收的时候，你人生圆满的时候，谁都知道要奉献，但是说献上感恩，但是患难的时候，你仍然不离开神，你愿意先跟他祈求。他说：“这个是我的应许，我要赐下拯救，而且要颂赞。”那这是违反人的一个基本的反应嘛，心理反应跟生理的反应。我明明已经很苦了，你还叫我要感谢、要赞美。那唱歌唱不出来啊，感谢不出来啊。那我们就可以回顾到说，保罗还有彼得他们被关在监狱的时候，还在唱歌赞美主。你要知道，他们领略到说，像那种情境之下，用什么人际关系，要什么官府的压力都没有办法让我出门了，让我出这个监牢，我就要赞美神，因为神的能力超越人的一切，所以他们就在困境当中仍然歌唱赞美主。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是一个基督徒的操练。我们不敢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达到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功课，一个人一生的功课。好，那我们又看见他的理由告诉我们，凡献感谢为祭的，就是遵从上主，顺从他命令的，他一定拯救。这是一个原因，因为你这样子做，神就要应许你，因为你是遵从上主。所以
献感谢为祭，不是你的心境上已经有足够的感谢的理由，而是因为我尊敬主，我遵从主，所以我虽然欠缺，我虽然遇到人生的困难，我甚至遇到病痛，我仍然要感谢主。这个是神给你一个祝福的密码，知道哈？一个特别的密码，让你去解开你目前所遇到的困境。因为他说你顺从他的命令，他就会拯救啊。那是神的应许，那你就是勇敢的面对，这个才是一个信仰的挑战嘛。那我们又看到保罗给我们的劝勉，我们更熟悉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他说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常常的意思是不间断的哈。任何事情你用抱怨也过一天，你感恩也过一天。你吃一顿饭觉得口味不合你你唠唠叨叨在这边抱怨到吃到最后胃酸也更多吃不饱。但是你用感恩的心会觉得好像神给你加了什么样佐料不好吃变好吃。这个都是一种心境上的操练啦。他说保罗讲的是很绝对他说在任何环境都要感谢。那任何环境你都可以体验到，你到底在什么环境之下，你有体验到感谢带来的力量吗？这个是每一个人信仰上的操练不同。那保罗所讲这些话，他是带有一个命令，他说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你属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我要献感谢为祭，我要颂赞，我要在苦难当中向上帝来祷告祈求。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轨道，通向突破难关的轨道，领受祝福的轨道。因为神的话，如果你确信这个是神的应许，你就勇敢的去尝试。那就是我说这个是信仰的一个操练。弟兄姐妹，我们以感谢为祭。感谢为祭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感恩跟颂赞当成我们一个敬拜上帝的重要成分。刚刚我们不是说我们敬拜有不同的形式吗？有静默的聚会，有灵修的聚会，有培灵的聚会，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敬拜方式。但是感恩跟颂赞是成为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部分。那一个感恩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力量。我们有人可能会从成语的故事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史记》里面记载一个一饭千金的故事一饭千金，也许有些中小学生还比我们熟。这故事讲的是谁？就是这个古代的名将叫韩信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困，而且父母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虽然很用功，但是没有什么背景读书，而且他有特别的能力，就是武术很好。但是他再怎么努力在打拼就没有赚钱的能力所以常常饿了肚子不得已呢就跑到一些有钱人家会施舍一些饭食，叫做白食了但是去吃的时候同样你跟我都去吃，但是奇怪他就会被人家笑。他说就像我们台语讲说你好卡好手照来你吃这意思说你都唔偷谈了要来吃这白吃的白食的被人家冷眼因为年轻人很有尊严嘛，就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就是心情不好你这个发泄心情的地点是哪里呢有人去运动，有人去打球有人去郊游，有人去爬山这个韩信呢跑去哪里？跑去溪边钓鱼了，因为他觉得连狗面对溪水还比人还好用钓的鱼来换那个3餐，但是因为会武术不一定会钓鱼所以钓的鱼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反正就是常常挨饿就对了。那很有趣，就是在那个滩水的边有一个老奶奶，专门在帮人家叫做洗那个染色的纱有些纱古代要染色因为染色也不能太浓烈所以就在水里面把它漂
漂，让它颜色一致，这个叫做漂纱所以人家就称呼这位阿嬷叫做漂母漂白的漂漂母。那他看见这个韩信肚子饿这个心生怜悯所以他就把他家里带来的饭食呢一半给他吃这样子，而且每碰到他就带给他从不间断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是说什么？这个是给他一餐饭，只是他的能力所及，但是后来他发达了，这个韩信纵然被赏识就成为很有名的将军，被封为滩阴侯就是海滩的滩阴天的阴，滩阴侯。他已经进入一种人生的最高的一个地位阶级了。那他仍然纪念说，当初在没饭吃的时候，一位漂母给我饭食所以就请人家去找，终于找到这位这个阿嬷。最后就是说以千金千金那都很大的一笔钱来赠给他所以就是我们传那个成语所说的一饭千金的故事那我们从2个角度来看到说，这位韩信就人家给他一餐饭，他永远纪念。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啦，就在你人生过程当中，曾经被人家一个小小的关怀，你就永远都记住，因为你觉得在你最无助、最软弱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帮助可能会拯救一个人。其实基督徒更有这样的意识到说，有时候当一个人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一个小小的关怀就会拯救一条灵魂。那这位婆婆呢，她也不感觉给这个年轻人吃一餐饭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换来了千金的赏识。弟兄姐妹，感恩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善的循环。那我们对人跟人之间都应该这样，更何况我们对上帝，因为神的应许有时候是你没有想象到的，他都给你了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在顺境的时候感恩，那是理所当然，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逆境中仍然感恩，这个就是信心跟应许的起头。弟兄姐妹，你一定有一种体会，就是说人在世间，因为你人的认知有限很多事情好跟坏，善跟恶，得到跟失去之间，有些你不能掌握的，所以你要学习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有时候困境变成一个祝福的开始。那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寓言故事了这故事在讲到说，一个教堂里面有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苦相的故事。他在跟我们讲说，人的判断，你到底能够预测将来的事情吗？再来讲说，这个是在北欧的一间教堂蛮大的教堂，有一个十字架的耶稣的苦像。我们长老教会因为是宗教改革，所以我们的十字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造型。但是天主教目前还有，就是十字架上不是有一个耶稣吗？半身的裸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苦像，叫做十字架苦像要告诉前来参加礼拜的人知道说，耶稣为你受死，要拯救你所以因为这间教堂很多人来这边祷告，而且很多应许都实现了，所以可以说是门庭若市一大堆人都常常来，因为觉得来到这边祷告都能得应许这样子那在这个故事说，在这个教堂有一个专门在看守的、看门的，或是教堂管理的人看到十字架上耶稣每天要应付那么多人的祈求了，他就觉得于心不忍，好像体谅耶稣一样是想说能不能帮耶稣分担一点辛苦了。所以他有一天就祷告耶稣说，耶稣那你能不能让我来分担一下你的辛苦，因为你要应付那么多人。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好，
要不然哈，我从十字架下来，换你上去，换你上去钉十字架。哎，他说哈，他是有一个要求，你在上面哈，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嘴要闭着。这先生觉得说，这样还不简单哈，我就到上面去就好了。就真的这个故事说，耶稣就下来了，那看门的先生上去，那像耶稣一样把手张开，被绑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身体跟原来的耶稣的雕像都真的跟真人差不多了，所以呢，前来敬拜、前来祷告的人都不知道有犯人这个先生就按照先前的约定，静默不语，聆听这些信徒的祷告也是来往往络绎不绝他开始听说，有些人祈求蛮合理的，很有需要，但是有一些根本不合理，千奇百怪什么要求都有这样子但是他都强忍下来就是不说话，因为他要信守跟耶稣的承诺。那真的有一天来了，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后亚郎也来祷告。那祷告完呢，他手边有一包钱忘了带回去，离开的时候就丢在那个椅子边然后过不久，他在十字架上面想要告诉他说：“你的钱在那边，你怎么没拿？”又不能讲话所以还忍着。接下来有一位穷人来祷告，祷告完一张开说：“我身边怎么有一包钱呢？”哇，他好高兴这个是耶稣给我的，好高兴就带着就走了。哇，这个在十字架上这个看门的人想要讲说那个钱不是你的不能讲这不能讲，还是看着他离开了这样子好了，那不能说，而且又来了，有一个年轻人，他预备要出远洋搭船所以他想说，这是经历风浪我要来祷告，求神带领保守我平安这样子。就这样，当他要离去的时候，哇，那个赫亚郎跑进来了，看到那个年轻人就在他刚刚坐的地方祷告，哇，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年轻人衣领抓起来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还给我！”这样子，哇，就很生气了很生气而且要把他抓到警察局去，这样子吵了起来。哇，到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上那个假装耶稣的人受不了，说明明都事情不是这样子他就受不了，忍不住开口说话了，就讲说没有啦，那不是那个年轻人拿的钱有一个穷人拿去了，哇，就真的把事情讲破了哇，这个冒牌的这个富商就去找那个听那个冒牌的耶稣告诉他说，这个穷人他就跑去要把那个钱追回来这样子，然后那位年轻人也赶快离开了，因为怕搭不上船。然后这位变装成看门的耶稣就跑到十字架说：“乐来，这个位置你没资格了，因为你为了刚刚把真相讲出来了。”这个看门的人说：“耶稣我这样把事实讲出来，难道不对吗？”那问题来了，耶稣就回答说：“你实在，我们如果用台湾的话说，你打破了天机天机老设计为什么呢？那位富商不缺钱，所以那袋钱对他来讲，他只是吃喝玩乐享受人生。但是那一位可怜的穷人，可能是他一生，都是他一家的生计还有那位年轻人，如果那位后亚郎在纠缠着他，要他去还钱或是带他去警察局，他就受耽误，不会出海，他能保住一条命，因为那艘船出去就遇到了海难，整艘船沉下去了。那这个寓言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人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幸福还不幸福，你是正面还是不正面，是平安还是苦难。那这个提示我们说，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自认为是最好的，但常常事与愿违。
我们义不能平，但是常常我们要一个确信说，我们所拥有的，不论是顺境逆境，都是对我们最好的考验跟安排。所以这个话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我们在顺境中能感恩，在逆境中我们也仍然喜乐。这个是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提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预测再来的事情，但当我们用感恩的心面对的时候，神就会为你打理这一切。弟兄姐妹，没有逆境就不会在顺境中懂得珍惜，没有顺境你就不会在逆境中学会坚持。这是一个名人给我们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在逆境中我们仍然能够坚持；我们在顺境中我们仍然能够珍惜。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感恩节期当中，让感恩成为一个生命的态度，在生活中把它实践出来。换句话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哦，给我们的要求哦，或是说一个门徒训练的基本功哦。那你如果还活在你自己认知的世界里面，就像这位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给白亚稣，就把上帝要做的事情搞乱了。当你心存感激，对生活、对未来就会充满信心跟希望。你要去尝试这个恩典，但这个恩典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再来的事是什么，你就勇敢的交托给父神所以才让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是常常祷告，在这种环境中都要感谢，因为我们在用感恩为祭。这个今天的主题说，我要常常用感恩来当作献祭，来当作一个敬拜。感恩不是一句话说多谢感谢而是你用敬拜的态度对神感恩。所以要以感恩怀念的心朝见上帝，你才能累积更多的丰盛的应许，因为你已经先感恩了，你为还没得到的事情感恩，那神就是会按照他的旨意许下给你的恩典。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感恩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变记录在一个韩国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出产柿子奇亚。我们台湾这边在苗栗那个附近那个山上出产的那个柿子非常好吃了好，那这个柿子园什么故事呢？因为那个柿子园有很多喜鹊在那边栖息栖息。好，在收获的时候，这些农民呢，他们呢会在树上留一些已经成熟的水果，就是柿子，要给这些喜鹊来吃那一些游客呢经过，那就觉得说，哇，那个柿子一颗可以卖好多钱，那你为什么不全部把它摘下来？太可惜了，而且还留给这些飞禽来吃，那不是太可惜了吗？但是农民就跟这些游客解说什么？他说，我们是留给喜鹊有饭可以吃的，所以留在树上的柿子会吸引这些来过冬的喜鹊他们因为在那边除了有水果吃，他们就会留着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喜鹊它会把树上一些害虫把它吃掉，所以水果树上的虫子都吃掉之后，就不会伤害到这棵树，所以到春天这些野鸟都不会飞走，那来年的柿子就丰收了所以这些农民他们用着感恩的心反而为自己创造了生机。你知道现在我们在推广我们叫做那个算是一种环境的一种保护的农法。那因为不施农药所以有些田园都有虫有一些很多的，反正自然都生长出来了。那有些农民他们就会，比如说稻子或是什么，他们都会留一些东西，留一些不收割或是不把它弄掉，就让这些
野鸟或是这些麻雀来吃，然后它会顺便把那些虫子都吃掉。那是一个大自然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态平衡的方法。那些农民就学到了这个方法，所以用感恩的心，反而得到的更多，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几位出名的这个学者或是牧师他们讲的话来体验感恩的意义是什么哈。有一位出名的学者也是牧师叫约翰麦克阿瑟，他讲了一句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的话，他说感恩的心是基督徒的主要识别特征。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就是很吝啬讲感谢的话，感恩的话，你要先考虑说，那我像不像基督徒？换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时时用感恩的心，你发现哇，好像很丰盛哎。无论是粗茶淡饭，或是吃大餐，你都觉得这一餐是感恩的，在享受。所以他说，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征，它跟骄傲、自私、忧虑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又说，感恩能有助于坚固信徒的信心，更深的信靠神，并倚靠神的供应，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困境的时候，因为你用感恩发现说，神的供应已经预备好，只是说你有没有勇敢献上感恩去领取哈。他说，无论大海是多么的波涛汹涌，透过持续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就能让信徒的心振奋起来。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忧虑的循环呐，缺这个缺那个，或是遇到困境，然后你就越烦恼越有压力，压力就越想要解决，那就是一直在那个恶的循环当中。你尝试说，神啊，我感谢你让我现在面到这些挑战，可能是失败，可能是有病痛，可能是遇到人生的危机，或是事业的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仍然要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大过一切的，大过人所能做的，你就会得到一个信心跟振奋。其实有时候神并没有为你做什么，而是因为你感谢，发现你的能力还在，你的潜力还在，你的观念改变了你就另外一片天来了。所以神的奇妙是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看见他的命定跟他的应许。这个就是约翰麦克阿瑟牧师美国一个出名的学者，而且他写很多那个圣经的注释。二次大战一位出名的德国的牧师叫潘霍华，大家都有一点了解他的故事。他因为反抗希特勒，到最后被抓了在这个欧洲的二次大战快结束前被处死了所以他成为一个非常改变一个信仰生命的这个时代的牧师。他讲了一句话说，生命因感谢而富足。当你感谢的时候，你发现你并无所缺。当你如果埋怨或是挑剔或是很多的一个酸言苦语，你会发现你人生总是欠缺什么。所以基督徒，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经历上帝应许，来经历生命的富足。这个没有说你白白的放在那边，而是你要经历，你要去借由信心的操练，借由感恩的心去面对一件一件神给你的改变。我们没有人能代替你，因为这个是你心境的改变、信仰的突破，以及经历神的丰盛。这个就是潘霍华牧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那我们在这里个礼拜都已经报告说，我们富强教会要迎接57年了，57年。我觉得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位基督徒，要先经历自身的丰盛，你就会看见富强教会也同样因为这个名称来得到丰盛。我们经历在47年前，我们的前辈在东区这一片甘蔗园，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中华东路才打开不然的话，我们这一段路还叫做富强路不是我们当时多厉害就把它取名富强，是因为有富强路在这边，而且有富强区富强的里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富强教会。那没想到我们一种
简单的配合这个地理环境的取的名，就成为我们一个命定。那个是不是你厉害，是神给你的啊？不然我们可以取名富强啊，老是基督徒都不成长，也不兴盛，也可能啊，对不对？但因为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这个恩典，那我们也要努力迎合这个名称的一个目标，丰盛啊，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富强的教会，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是一个标语啦，也是我们教会一个使命的宣言。那我们以前我们有同工请那个书法家写的这一段话：富强的教会，丰盛的生命。我记得还有2幅那个条幅啊，一个是放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教育中心，一个当时好像有搬迁牧师就把它拿到我的办公室放在那边。我觉得这段话成为我们一个命定，一个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期待在迎接50几年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召命，或是给我们的应许跟命定。那我们也要求神说：神啊，我们既然愿意达成这样的目标，也求神借由50几年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会的一个代表，一个名称。那我们也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这样的丰盛，生命的丰盛，我们才能建立一间丰盛的教会啊。不然这个教会很丰盛啊，每个弟兄姐妹都这样，好像缺这个缺那个一点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证，那跟你的名称，你的教会名称就不一样了。感谢主，我们最后期待借由华里克牧师在美国这位出名的牧师华里克，他做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就是我们希望富强人都按照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来达成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就是我们在用感恩为祭得到丰盛的应许。所以我们是不是期待这个好像一段很有力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预备来，在快乐的时刻赞美神，在艰难的时刻寻求神，在安静的时刻敬拜，在痛苦的时刻信靠，在每个时刻感谢神。愿这段话成为我们基督徒一个信心的一个标杆，让我们随时注意到说，这样的时刻是一个基督徒最丰盛的时刻，是神美好应许的时刻。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一起来回应神的恩典，也一起来做祷告。丰盛的应许。会唱的弟兄姐妹可以大声一点，带领我们一起唱。好说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我的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副歌再唱一次。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荣耀全都归于你。再次，荣耀全都归于你。
凭着信心来祈求，我们就必得神丰盛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公祷回应的祷告，我们为几项事情。第一个，求主让我们时时用感恩当成敬拜，敬拜神就是献上为祭，我们就必得神丰盛的应许。在你人生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但是确信你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用感谢成为你生命的记号。愿神给你这样的能力。第二个，我们的幸福小组已经顺利完成，今天还剩下祈愿幸福一组最后一次的聚会，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收割的时刻。求神带领这些 base 的他们所领受到的福音的信息，在他们心中被圣灵所感动，愿意再踏一步说：是的，我要接收主耶稣成我一生的救主，而且愿意签名决志来受洗。我们为后续的福音事工得神的经历，也为我们这2个礼拜陆续有很多的小组举行这一个福音餐会也是另外一个方式的一个福音事工。求神透过这些同工的努力，让更多人经历福音的好处。第三个，我们为50禧年，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这些同工有智慧，能够规划出合神心意的，让教会更成长，让教会更丰盛，每一个基督徒灵命更成长的一个纪念的方式，能够造就每一位富强人。第三个，我们也为这个天气变化，我们一些长辈的身心灵健康，也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神赐下医治跟平安，也为你自己所碰到的困境祷告，用感恩的心看见神一个奇妙的改变跟应许。我们如果习惯用静默或是开口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献上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在观看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赐下的应许。主啊，让我们用感恩为祭献上，让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因为感谢就看见神的改变，看见神丰盛的应许。主啊，这是一个属灵的过程，求主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祝福，就像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要献上为祭，神就要赐下从天上来的恩典，从天上来赐下的赐福，让我们看见这个祭是神所悦纳的。主，我们也为幸福小组的顺利推动来祷告，让更多的灵魂因此被得拯救，享受福音的好处。亲爱的主，我们求你保守，让我们无论是这个感恩节或是圣诞节的福音餐会，也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愿意接受主，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求你保守，让我们在迎接50禧年有神特别的恩典，让我们看见神在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显示你的恩典跟祝福，也为病痛中的兄姐祷告，求你赐下医治在他们当中。感谢赞美你，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一起同心祷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从神的话语领受到不同的启示、不同的造就、不同的提醒。愿我们的祷告神也同样垂听，让我们一生走基督徒的道路，就是一个赞美神的道路，是一个感恩的道路，让这些感恩成为我们生命的记号，让我们一生因为感恩就会化解许许多多面对的挑战、苦难跟许多的压迫。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的应许，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神恩典的基督徒。主啊，再一次将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基督徒，一个看见神恩典的基督徒，一个见证神美好丰盛祝福的基督徒。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
同起立来吟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一同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记载在《申命记》31章第8节。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申命记31章第1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孝主日的主理是夏牧师，司理是王俊仁执事。其他的服事同工，我们请自己来留意。我们翻开第4页，治理交通。今日召开定期小会，在礼拜后于下午1点半在2楼的会议室召开，请小会员预备心来参会。第2点，社教50喜年，本会将于2026年来迎接社教50喜年感恩节庆。虽距今还有2年半的时间，我们有种种的事工要推动，那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更好的一个福音的产业，让我们在50喜年的时候呈现最好的成果给上帝。第2点，感恩节奉献定于下主日12月26号举行。我们看第3点，第6期的信务小组与荣耀丰收的连锁禁食祷告。信务小组在第3时辰我们已经快结束，以及有邀请慕道友来决志受洗。那我们也邀请他们进入我们的教会来参加福音主日的明天讲座。我们接下来看第4点，本会定于12月3日主日礼拜后要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参加的对象我们有新就任的长职、牧区小组长、团契首长及事工团队队长，还有我们的全职同工。第2，我们就是单位有会前的作业，我们准备一些事工的规划及事工的预算，我们在今天来交给我们的秀文执事干事。第5点，本会第2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定于12月10号来举行。以下有1、2点的提示，我们就是介绍庄雅慧医师的一个介绍，我们自己来过目。我们看第6，本会定于12月17日主日举行圣餐及洗礼式。我们鼓励欲参加洗礼及坚信礼的兄姐、青年及小二洗礼，于11月26前完成报名。要跟我们的行政中心干事来索取报名跟正道问答的手册，及个人的相片，一起来安排进行。我们看第8点，
丧礼消息。本会国省3支姐妹是我们松联团契的契友于11月12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受85岁，所以是告别礼拜于上礼拜的周3上午在10点，在我们台南市立殡仪馆已经举行。我们求神亲自安慰遗嘱，求主赐下平安跟力量在他们的家庭当中。第9，我们下主日11月26号，我们有举行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欢迎有身体有病痛、有软弱的，我们这个可以将我们来到我们台前凭着我们的信心向主来呼求。我们门徒培育事工及研讨消息，我们自己来注意。我们翻开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有松联主日学以及我们基甸牧区。关怀代祷，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台湾的内政、外交以及我们国家复兴来守望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所有的事工及国度的福音，也常常为我们教会身体病痛的弟兄姐妹的心灵平安来守望祷告。下面是总中会社区的消息，我们也自己来留意。我们看看第8页，是我们上周的奉献如有错误请跟我们的会计人员来更正。以下报告，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来做介绍，叫做陈应杰。陈应杰姐妹在哪边？让我们认识你，应杰。在那边，欢迎你，欢迎你。在楼上我们应杰姐妹是我们的果真幸福的 base 他们小组呢很关心他，邀请他来参加聚会愿神恩典跟他同在。那牧师用这个图卡再做一个提醒了就是我们在第2次的福音主日是12月10号从这个距今还有3个礼拜那我们就是用祷告的心来邀请我们曾经在幸福小组里面的 base 还有你的好朋友借由这位庄雅慧医师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领受到神的祝福我们庄雅慧医师呢，他跟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来分享的魏贤牧师，他是台大的同学，后来他转一个领域本来是兽医系他们听说有一次教授教他们说怎么样跟兽医那个扎那个针灸他觉得很神奇耶他就去美国读中医所以变成一个中医师看来他的工作跟事业算是蛮顺畅的，但是竟然他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很多苦难除了婚姻遇到挑战，另外也自己跟女儿都遇到很重的病痛。那怎么样从不认识主的情境当中被神所吸引，被神所拯救？他要将他的生命故事分享给大家。所以不只是你自己啦特别是邀请朋友为他们代祷，让他们在12月10号一起来领受这样这个美好的一个福音主日的名人的讲座欢迎大家。第2个是我们有一个在这感恩节期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敬拜这个时间，就是朱瑞莲牧师他常常在我们教会带领一个非常有恩膏有祝福的敬拜。那敬拜不只是赞美，记得刚刚我们不是提到感恩跟赞美会带来生命的翻转吗？你就来经历看看藉由这一群这个神的帐幕团队带领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属灵的飨宴那我们记得不止你来参加，要带朋友来，同样慕道也可以一起来经历这个美好的祝福在
11月30号，就是下个礼拜，这个礼拜过26号，再来就是30号，在月底的时候晚上7点哦，比较早一点，大家早一点吃晚餐，那赶快一起来，在3楼我们也开放给台南市的众教会所以请大家把握好的位置来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另外，我们也欢迎有对盆栽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他虽然这个是在我们的松年团契举办那我们的新昌长老特别大力推荐，为了这个活动特别去印海报，你看，我们在楼下有海报，大家目的是为了大家一起来享受借由盆栽让我们室内的摆设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活的活的植物的盆栽。他有这位黄玉斌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专业的一个老师如果你要参加，因为要准备这些材料嘛请欢迎在礼拜六12月9号早上的9点半来这里要报名准备材料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那除了这些图卡以外，牧师再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我们有说纪念沈三枝姐妹安息了另外我们也有喜乐小组的谢秀莹姐妹她的爸爸在日前安息，预定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应该是这个礼拜六了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在海埔教会所设的这一个这个墓园这个麦比拉墓园来举，在那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拜堂在那边做追思告别礼拜。我们也为秀莹姐妹的家庭祷告，求神来赐下安慰跟信心能力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家族是在大桥教会大桥教会的一个这个信徒其他的消息我们请记得一起来努力特别是我们要举行那个施工研讨会，需要资料如果各单位还没有资料提供的，请最快的时间提供电子档寄给我们的干事，让他能够准备手册在12月3号包括说哪一个单位有谁要代表参加记得把名单给我们的干事，让他能够整理出席的名单，也预备公方面的座位跟茶点再一次请欢迎大家礼拜结束可以留下来参加这个爱心午餐不只是享受一个午餐丰盛的午餐，而且是这样重要是弟兄姐妹大家可以交谊彼此关怀欢迎大家。好，我们报告到这边。我们一同站立来吟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们最后也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引导，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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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默祷来，请坐。
我们的华语礼拜就到此结束。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互相的请安，愿主赐福大家。